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副會長、香港著名基督教領袖吳思源講大話，否認投票支持曾蔭權、梁美芬。第一，李炳光牧師咧就係我嘅長牧嚟嘅，所以佢唔係我嘅團契兄弟，咁啊契兄弟咧就喺台下啦。第二咧就係話咧係我上次咧其實我並冇提名，亦都冇支持過咧係曾蔭權同埋梁美芬。哎呀，2011年9月9號明光社嘅異象分享會，吳思源你親口承認曾經投票支持曾蔭權，至於梁美芬，我哋直情有佢選舉單張添。咁如果大家咧係有任何關於我提名過或者支持過嘅資料咧，就請交翻俾我。咁唔知係咪咧？因為5年前嘅事咧，有啲嘢咧我係忘記咗，但係我自己咧係冇提過。吳思源，如果唔係你講大話，就一定係梁美芬強姦咗你，快啲去報警啦，唔好淨係掛住選位啊！消滅官商教勾結，功能組別就是貪。10月30，投廢票。